台湾新行政院长陈建仁伫昨昏是接见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市长所带的访问团。凤凰城的市长就表示讲，伫凤凰城有对咱台湾过去的银行业、餐饮业，还有医疗团队，希望会当请更较侪台湾企业去当地投资。伊讲，伊嘛会争取飞行机直飞航班。送礼品表达欢迎，行政院长陈建仁七十接见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市长盖耶格访问团。盖耶格讲到凤凰城有来自台湾的银行业、餐饮甲中文医疗服务进驻，希望吸引更较侪台湾企业投资。Continuing to work to make it easier to do busines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ncluding we hope to add air service between Taipei and the city of Phoenix. 在过去将近4年的时间里，台湾与亚利桑那州的关系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台积电在大凤凰城区投资了400亿的美元来新建晶圆厂，使当地成为全美半导体的重镇。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设厂，带动真大商机。盖耶格一礼拜带团访问台日韩中国，希望吸引更较侪的半导体产业投资，也毋忘促成亚洲重要城市甲凤凰城开通直航。凤凰城在美国不算是这种大都会啦，一线城市所以他这次这个市长来访，当然是想借由台积电呢，在这个 Arizona 这边投资趁这个机会呢，希望发展凤凰城成为一个这个观光都市。专家指出，城市对城市直航会当大大降低交易成本，随着亚利桑那州形成台湾城，若是半导体甚至协力厂商，拢有机会伫当地发展。华航表示，会继续以市场甲客户需求，评估新开航点包机等中型航空业回应，任何有潜力的新航点，拢会以各方面做上适合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